好，各位同學，今日就講下咩叫生產者物品同埋呢個咧消費者物品啦。咁我哋首先就有一個重點，就係睇下咧嗰樣嘢可唔可以滿足到咧我哋嘅慾望。如果咧可以直接滿足我哋嘅慾望咧，我哋就叫消費品 consumer goods。OK， 例如咩啦？例如我哋嘟張八達通啦，我哋係乘客嚟㗎，我哋攞嚟搭車啦，或者我哋成日茶餐廳點嘢咧，或者我哋啲樓自住啦，呢啲全部都係消費者物品 consumer goods。但係如果嗰隻物品咧唔係攞嚟滿足自己慾望，攞嚟協助生產嘅話咧，咁我哋就係生產者物品。例如同一張嘢八達通，第一張八達通咧唔係乘客用嘅話，係呢個可能有啲港鐵職員咧就攞張八達通咧就攞去嘟去其他站，佢哋可能維修嘅時候咧，咁呢個咧就係呢個生產者物品啦。咁同時間茶餐廳入邊嘅焗爐啊、廚具全部攞嚟協助生產嘅，呢啲都係生產者物品啦。例如 iPhone 今次唔係個人自用嘅喎，可能係一啲嘅喺富士康入邊 iPhone 咧，咁呢個就係生產者物品啦。OK， 咁大家就留意清楚呢個分別啦。好，我哋望望呢條2021年 Q1 Boy 2分嘅啫，好簡單。咁睇下啦。解釋車手嘅智能電話同埋電單車屬於消費者物品定係資本物品啦。OK， 屬於呢個資本物品，即係生產者物品 capital good。我哋望一望啦。好，呢個咧車手嘅智能電話咧，如果佢係用嚟幫助生產送呢個外賣服務嘅話咧，可能佢嘅電單車同埋電話，咁佢就係呢個咧資本物品啦。OK， 咁但係如果唔係喎，車手咧，雖然可能佢平時佢係做車手，但係咧佢用呢個電單車同埋電話咧攞嚟消費，攞嚟自己進行玩樂或者自己去第二個地方，呢個咧電單車就係呢個消費者物品啦。OK， 所以同學仔就留意清楚啦。好，另外咧，今日再要睇埋另外一個物品啦。OK， 究竟係私用品啦 （private good） 定係共用品 （public good）？我一齊睇下啦。究竟係私用品定共用品？又係有個簡單嘅 mind map 就同大家講嘅。好，首先睇下佢可唔可以排除他人，即係你用緊嘅時候，其他人用唔用到先 ？OK， 如果用到嘅時候，睇下佢有冇競爭性。競爭性咩意思啊？競爭性即係你用緊嘅時候咧，其他人用佢嘅數量就係減少 ，OK？ 你競爭性咩意思？你用緊嘅時候，其他人嗰樣貨品用嘅數量就會減少。例如話你買咗罐可樂飲，咁可樂嘅存貨就減少咗一罐，咁你呢個就係競爭性啦。排他性就係咧，其他人咧可唔可以同時間用啦 ？OK？如果係佢有競爭性咧，咁佢就私用品 private good。但係如果佢係冇競爭性、冇排他性嘅話，咁佢就共用品 public good 啦。呢個就留意啦。我哋望望呢個嘅past paper 啦。OK， 呢個 past paper 就係咧政府 B 咧就城市 B 就推動呢個旅遊業發展。而家送咗就2萬張就機票。OK， 為咗鼓勵可能啲旅客去嗰度玩咁樣啦。係唔係共用品啊？咁好明顯就唔係啦。OK， 咁點解呢？首先你知道啦，2萬張機票啊嘛，機位你用嘅時候，基本上咧其他人咧就少咗一張㗎啦嘛，因為得有 quota 嚟限制，所以咧佢咧已經咧喺競爭性方面咧，佢已經咧就唔係呢個共用品啦。OK， 另外第二就係咧，佢亦都係有排他性喎，一個機位得緊坐嘅啫嘛，冇理由2個人坐㗎嘛，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機位咧免費機票就好明顯就唔係共用品啦。OK， 因為佢冇競爭性、冇排他性，總之就咬住呢2個 point 咧，其實咧就做到㗎啦。好，呢個咧就係嗰個政府之前派個銅芯口罩。OK， 咁問佢係唔係呢個共用品啊？好明顯就唔係共用品啦。佢又有競爭性，又唔可能好多人同一時間使用，亦都有排他性。我哋都排除其他一個口罩一個人戴嘅啫嘛，冇得2個人 share 一個口罩咁，所以呢條都好簡單啦。呢個就不是共用品啦。好，而家就一個咧線上課程。OK， 有啲線上課程咧，佢係咪共用品？佢係共用品喎。又係諗翻2個啫。
排他性、競爭性。好，你 online 睇咗呢個 course， 咁人哋都睇到噶嘛，所以就冇排他性。你 online 睇呢個 course， 咁亦都唔會令到呢個 course 嘅數量減少，因為佢 online course 就唔同實體課。實體課可能你坐咗嘅課室個位又少一個啫，但 online course 原則上呢，咁你多幾多個呢？其實都係個數目都冇少，所以呢係冇競爭性、冇排他性嘅。好，後面咁啊又係啦，咁啊講埋練習卷11B， 咁啊教科書入邊嘅知識係咪共用品啊？咁啊好明顯就係。咁點解？第一，知識嘅嘢你學咗隔離嗰個會唔識噶嘛，咁所以咧佢冇排他性，亦都你唔會你學咗咧，咁啊啲知識少咗，冇競爭性，咁所以記住兩個 point 其實就做到噶啦。好，跟住就講呢個初級生產、次級生產同埋3級生產啦。咁啊同學仔咁啊其實就好簡單啫，咁啊所有 list 嘅都喺晒個 mon 度噶啦，咁啊你可以停一條片慢慢睇啦。咁啊初級生產用天然資源直接生產嘅原材料啦，咁啊次級生產將原料轉化為製成品啦，而3級生產就提供服務或者非實物嘅商品嘅。咁我哋再睇下啲 past paper 啦。好，呢一個咁啊航空公司嘅服務，咁啊咧，咁啊2410B， 咁啊呢條嘅啫。咁啊航空公司服務屬於咩嘅？好明顯3級生產。點解？佢提供個航空運輸服務，將嚟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呢，有個服務嚟，好明顯就係。好，呢個就係2022年嘅9A1嘅，咁好簡單啫。咁啊問上面一個政策，咁啊村民咧涉及邊啲嘅生產咧加以解釋。首先，村民咧涉及初級生產，點解啊？佢直接喺自然界獲得資源嘅，得唔得？喺自然界獲得資源係初級生產，同時間佢有3級生產喎。點解啊？佢提供個旅館服務啊，咁啊俾喺嗰度參觀啊，喺度遊玩嘅旅客咧就提供個住宿服務。咁所以咧呢個咧就有2個部分嘅，一個咧因為見到4分啊，咁啊咧其實咧佢留意翻啦，佢有2個部分，一個咧就係 primary production 初級生產同埋 tertiary production 3級生產，咁啊同學可以留意下啦。好，下面呢條咧其實就唔使解釋，因為1分嘅啫。咁啊呢啲嘅安老服務屬於邊類生產組別啊？就係3級生產啦。咁啊1分就好簡單，就唔使解釋啦，一個答案就搞掂。好，旺角嘅電子產品零售服務屬於邊類生產？咁好簡單啫，咁一定係3級生產啦。咁啊提供個銷售服務啊嘛 ，OK。咁所以咧呢類嘅題目咧，咁就係好易做嘅，但係因為佢2分，所以你要解釋提供個銷售服務啊，你要解釋埋咧佢提供啲咩俾你咧，咁你先至咧攞晒咗2分嘅。OK， 同上面條1分有啲分別，所以同學留意啦。好，跟住我哋就講分工啦。分工就分個簡單分工同埋呢個複雜分工。簡單分工咁啊咧，負責生產成個嘅完整嘅產品啫，得唔得？咁啊，例如可能一個木匠去做張台啦，或者茶餐吧。聽老闆one man band 嘅，一個就包起晒產廳所有嘢，咁呢個就簡單分工啦。而複雜分工呢，每個人只負責產品嘅其中一個部分啫。咁啊，通常係啲比較啲複雜嗰啲商品啊，咁啊，例如一個港鐵維修團隊啦，咁啊可能你負責整車頭，佢負責整車轆，佢負責整冷氣咁樣啦。咁呢個就係複雜分工啦。咁所以簡單分工、複雜分工。好，咁啊分工嘅優點、缺點，咁其實大家都識啊，唔特別講啦。大家咧可以停一停表，留意下咧呢幾個 point 就 OK 嘅啦。好，繼續啦。咁啊咧，而家就話咧運動員促戰奧運會，咁啊咧佢哋有好多嘅支援團隊咧。咁啊，包括啲心理學家、物理治療師啊、營養師啊，問呢個屬於咩經濟學原理啊？咁啊提出2個理由。咁啊呢個咧，咁啊咧好明顯見到就係一個分工嘅經濟學原理啦。咁啊點解咩理由啊？咁啊其實就好簡單啫。咁啊熟能生巧啦，一人負責一 part，可能你整親嘅就揾醫師，你心理可能有啲嘢比重壓力大嘅就揾心理健康師咁樣咯。咁啊同埋都節省啲訓練時間，因為一個人淨係負責一 part 嘅啫嘛。咁啊其實咧都咁啊可以慳咗好多嘅訓練時間啦。咁啊亦都好簡單，最緊要就揾適合人做適合工作。咁啊先展現到個長處噶嘛。咁啊呢個咧就係呢個呢條嘅答案啦。好，呢個咧就話咧黃氏一家同埋陳氏佢哋鄰居嚟嘅，咁啊咧佢哋每項工作所涉及呢個經濟學概念，咁係咩嚟嘅咧？對2個家庭有利。咁就咧黃生咧就負責咧就教佢哋2個小朋友嘅英文，而陳太咧負責教佢日語。呢個咧就好明顯分工或者專門化嘅經濟嘅概念咯。點解啊？咁啊只派最適合人最適合嘅工作，因可能一個就叻英文，一個就叻日語，咁咪分開教咯。咁同埋咧咁樣教法之下咧，咁啊佢哋咧就更加可能咧
慳時間嘅都教得好，可以用其他啲時間攞嚟做其他嘅嘢。咁啊呢個咧就係呢條嘅答案啦。咁啊其實都好淺嘅啫。好，講埋最後一條啦。2016年 Q13 尾，而家就話咧 H 國嘅機場管理公司係一間嘅公營公司啦。OK， 佢聘請咗唔同嘅人做保安技術員。咁呢啲通常咁複雜嘅咁大規模嘅公司咁其實一定係講分工㗎啦，得唔得？咁啊唔使諗㗎啦。咁其實都係嗰啲 point 咧，你直情喺上面呢啲原因喺上面抄就得。所以呢兩類題目最緊留意嘅分數4分，咁啊1分就好明顯答分工。另外呢3個理由，每個理由1分。好，咁啊再講埋2條分工嘅題目啦。咁啊 DSE 見到分工嘅題目，其實就好開心啦，因為非常簡單嘅。咁啊餐廳工作包括廚師、侍應同埋帶位員，喂睇都唔使睇啦。咁啊咩原理啊分工啦，咁簡單，各司其職啦。有煮飯嘅廚師，有招呼客人嘅侍應咁樣。咁有啲咩原因提供勞工生產力咁，就係上面呢啲啦。咁唔特別講啦，咁其實非常簡單一條嚟嘅。好，下面咁又咧教科書咁啊價格大幅上升，咁啊咧。咁啊，因為要編新課程啊嘛，咁啊編本教科書其實好多人去分工嘅喎，咁其實呢個就，其實同上面嗰條一樣，基本上你留意上面嗰條呢條答案，照抄就收工啦。咁當然啦，上面嗰條咧就係一個嘅我哋見到啦，咁啊餐廳下面嗰個就係教科書，咁但係基本上啲 point 都好似嘅，咁啊所以其實分工個 topic 都十分易做嘅。